台湾原生种雷公青是高雄寿山一种真特别的食物。伊开花时阵，民众会感觉迄是草味，定定甲伊破坏。交在7当前，茶山的志工队甲雷公青刷到平地来保育，目前是真成功。看到这张食物，伊说了比一个人搁较悬，内壁茶山游客可能拢有看过。这毋那是台湾原生种面貌模糊，嘛是世界级的物种，大家拢叫伊雷公青。即摆伊哪会刷来平地，原来是茶山志工队帮伊找新厝。那我想说，这也是一种天地保育，把它人工授粉，结果是尝试以后算成功了。隔年5、6月，春雨一下，萌芽上来，今年已经第3年。这张雷公青原本生伫茶山，早期因为民众感觉雷公青真草，拢甲伊破坏。茶山志工队才伫2015年刷到平地种，嘛替伊人工授粉，到今已经开花第3摆。这期间嘛作为教育展览来使用，互大家会当更加熟悉台湾的自然生态。雷公青目前是台湾生长上悬花系的食物，伊的花上悬会当有3公尺。毛魔芋的这个生长它非常特殊的是讲伊的花序是咱的花种内底上悬的，上悬的，伊差不多150公分到200公分拢有，上悬甚至甲要到300公分拢有啦。目前雷公青伫茶山的数量逐渐真稳定，并无生存危机。不过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嘛提醒民众，若是破坏雷公青是违法，民众爱好好珍惜台湾原生种食物，会当继续生态。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